后来有一个男子7年前伫花莲的光复乡开设大型的鹅仔场，甲农民骗讲总统甲议长拢有投资，讲伊有通路会当用比米价较悬的计数，甲农民买切啊，农民若阁帮忙挂稻啊，阁会当领工钱。其实拢是骗的，前后共骗1900万。伊伫咧花莲甲宜兰美7年了后，即摆封藏着咯。我已经冲入人家厝，因有线索，一个姓陈的通缉犯秘伫遮，已经监控几啊天啊，上门掠人。要把你所有你身边的，我全部找来讲你集合，我看你怎么样。你还是认一认吧。看到我经上门，这个姓陈的嫌犯戆戆一个涂骹，唔知要安怎较好，抑过对着犯行拢无承认。你还用我们议长的名义在那边骗钱啊？我要用议长张俊啊。这个姓陈的查甫人，唔但骗民宿头家投资跨国的用资 P2P， 佮骗讲花莲议长张俊，甚至总统蔡英文拢要投资伊伫光复的大型鹅仔厂，前后共骗1900万块。8岁的稻仔是农友辛苦1年的成果，抑过嘛可以用来诈骗。2018年，姓陈的嫌犯租一块农地，假讲是光复在地稻农，甲其他农友有确实了后，讲其他的通路买介绍比米价较好，倒挂稻仔佫有钱通趁。农友信以为真，卖10架地7个予伊，佫倒挂稻仔，抑过最后啥物拢无得到。这个嫌犯事后逃走，被通缉。本局获报后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，并报请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。一路从花莲光复乡查缉到宜兰的东山乡豪宅内，于2014年3月13日持收偶票跟拘票，成功查缉陈姓犯嫌及同伙5人到案。姓陈的查甫人欺骗民宿的头家，佮骗单纯的农友，秘伫花莲宜兰，前后有7年，伊当作讲神不知鬼不觉，抑过最后意外被抓到，连同因女朋友在内顶有4名洗钱共犯，拢被移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